讲，就是从因为身体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呢就是杀生偷盗然后就是邪淫这3种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恶3种的恶然后这个当然都知道，我们要做到这样的条件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不杀生很难很难我们不去这个偷盗相对还算轻一些但是有些呢也很难有些呢不邪淫，很多都很难做得到的。所以这3种呢，我们就是得到一个人生的话呢，一定要断除这3种我不去杀生反而我们去救生命，那就是10善当中呢第一个。我们不去这个偷盗，而去布施，那么这也是属于一个10善当中的第2个善我们不去邪淫，而且非常尊敬自己的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行为然后呢就是非常这个关爱关心自己的夫妻之间等等这些呢，我们就是不去造这个淫业而且呢就是让别人可能会犯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要阻止别人不要去犯这些，都是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所积累的3种善那么我们看一下，得到人生要具备这3种，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得到这个因的角度来讲，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得到人生不容易得到人生需要因我们想得到这个果报那么一定需要因这个是绝对的。有什么样的种子才能结什么样的果，这个是因果规律没有任何的错乱。我们种了这个玉米的种子，得到这个水稻的种子是不可能的，它就是种什么样的种子得什么样的果报，就同样。所以10种这个善业当中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所造的这个3种恶业要断除，这个不容易所以没有断除，没有一个清净的10善业没有修行的话呢，那么我们得到人生也就绝对难得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身体的3种善业是这样我们看一看，考虑一下。首先是内心滋味我们考虑一下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得到这些，很难做得到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得到人生的这个因的这个角度，身的因也是那么难。然后口呢，就是也是同样撒谎然后就是挑拨离间然后就是绮语然后粗语这4种就是口来讲就4种我们平时呢就是很容易会欺骗别人，撒谎有意也好，没意也好，其实为了某种事情而去做一些这个没有给他直接的说这些事情说的话呢，这可以相当于这个善巧方便吧但是尽量呢，我们就内心调整，不要去欺骗别人，不要去撒谎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挑拨离间呢，就特别的我们容易犯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人周边都有很多的亲戚朋友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生活中生存的时候，离不开这个群体一旦离开群体，那么就是不正常了。那你在这个群体当中的时候，你绝对的要关照自己的这个行为，不能去他的长和他的短。我们有些人的行为就这样，今天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种种的去讲别人的事情，到明天那边的时候又讲这个事情就老是就分裂老是就做这些挑拨离间的事情这个夫妻与夫妻之间也好，亲戚之间也好，朋友之间也好，哪怕任何一个人的之间呢，不可以做这些挑拨离间的事情，我们绝对要去调整如果没有调整，我们没有去做的话呢，那么我们得到人生的因呢就不具备了。就是这个方面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两舌，也平时讲的2种舌头，就是今天讲这样的舌头，明天讲那样的话就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2种这个第3种呢，就是说粗语，也就是我们特别重要的、很容易犯的一件事情。我们作为学佛人，尤其不可以平时在嘴头上挂一些粗语别人叫狗或者是乞丐或者是强盗等等或者是土匪什么之类的这种很容易犯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人会这样，
这些都不允许的。其实要赞美别人，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听一些赞美的所以我们尽量呢不要去讲别人的一些不好的这种粗语，虽然是一种玩笑也都不允许开的我们尽量去调整不能讲任何的粗语。那就是连开玩笑都不允许给别人起一些外号的话呢，更何况我们发自内心的骂别人呢说什么那个你赶紧去死去吧什么等等这些都不允许讲说的。很多的这个话呢，我们也起到作用，不是说起不了作用，这个话也有作用，哪怕任何的语言都起到作用。就我们平时我们曾经也看过听过什么水的答案的这个研究的时候，也就讲这个任何语言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这个环境的变化所以都有起到作用。佛陀讲给我们听说不可以那种粗语来面对别人都不允许，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口业当中的这个第三第四呢就是我们祈语祈语呢就是虽然就也没有故意的想骂别人但是无意当中呢就老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天天讲东家的长西家的短等等这些今天的股市，明天的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怎么样，将来的生活什么样，明星的事情是什么样，这些讲的很多这些觉得呢都是一种浪费。其实我们看电视聊一些电视剧的等等，这些也是一种祈语的包含在祈语里面，这浪费我们的时间，所以尽量呢我们要调整，不要去做这些这些我们都是实修的阶段然后这个呢如果我们做得到的话呢，那么我们具备了这种这个十善业当中的这个总共这个前面这个口的这种4种。然后意呢就是心里呢就是贪和嗔邪见等3种贪呢我们肯定有贪有欲望的，没有成就之前，没有得到登地之前，我们还有一些明显的粗重的烦恼贪是绝对存在，但是我们尽量的调整，不要太过意的去贪然后就甚至我们就是一种幻想说能不能总有一天我们一切都得到我的身上哪怕就希望所有人死掉，所有人的物质都在我的身上，就这样的思想都是一种狂想都是那种思想都有存在，人是不可思议，太自私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能太去贪该别人的就别人，该自己的就自己然后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呢就要自己要满足自己要珍惜其实自己要珍惜的地方是很多的，满足的地方也很多，因为自己呢已经具备了那么一个人生自己的诸根具足自己眼睛也可以，耳朵也能听得见，自己的身体也可以不错，要很满足自己要知足的心不要比别人就怎么样。一旦您是一个残缺的人的话呢，那多么的这个可怜所以我已经是这么一个殊胜的人，就要知足我要利用到这个修行的道路上，就通过这样来去观修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绝对就是不会升起那种贪心这个是我们不能升起贪心然后种种方面呢，我们不用再去详细讲贪的这个方面呢，都知道毕竟我们在欲界当中，贪是我们内心呢就是带着的这种睡眠的状态和这种明显的外面的环境引起你的内心升起这种可怕的贪都会存在，但我们尽量的修行来对治我们的贪。然后嗔恨心也是一样12当中的这个意当中，心理当中的这个嗔恨心呢因为嗔恨心呢我们过去也就讲过因为嗔恨心呢就毁掉我们一切的这种山我们千劫所积累的这个福慧而资粮都以一个嗔恨心把它毁掉，嗔恨心就比喻为火，那火呢就会烧掉一切的好的坏的都把它烧掉，所以同样我们的这个有漏的善也好，无漏的善也好，也通过这个嗔恨心严重的话呢，就绝对彻底的根本的把它毁掉，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嗔恨心严重我们尽量的调整，通过一种慈悲心来观待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调整然后呢我们就是不可以产生邪见因为很多的众生自己没有具备正知正见没有一定的智慧的时候呢凭自己的这种感觉去讲一些无上的法就是诽谤说佛法是不是真的，是假的，那完全是您自己坐在一个井里，然后看着天天有多大就多大，我就承认就这么大就这么大，那就是这样的一种固执
者的心，绝对不对的。我们的这个众生凡夫的这种心呢，就是有限的，还没有完全了知，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向佛法。诸佛菩萨以及天龙八部等这些护法呢，日常日夜都关照一切的众生。您嘴里一旦发出这些不好的这个对诽谤佛法呀、谤法呀、谤僧呀怎么出来的话呢，可能这些护法会惩罚我们的。这护法的惩罚是这个果报是非常快速的报应在你的身上一旦您骂了以后呢，马上就会实现这种果报，是很可怕。尤其会诽谤佛法，其他比如说你不是属于佛法当中的，你去杀害也好，你就做一些其他事情的话呢，欺骗也好，这些可能就仅仅积累了一个恶的种子和这些时间的神不会惩罚但是您对佛法、对三宝诽谤嗔恨等等，这样的话呢，您内心产生邪见等等，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天龙八部等可能会来惩罚的，所以这个呢，报应特别的快所以我希望呢，每个弟子对佛法呢，多多少少的看自己有多少的这个心量然后就对三宝升起信心哪怕我们就是不要这个对自己抬杠自己，老是不相信的方面去想没有一句理由的方面去想，很多就是说拿出一些没有任何的一个究竟的证据来就是抵抗佛法，这些都是不对的。因为为什么不去一些有理由的一些事情来这个讲佛法呢？因为可以很多的理由，在佛法当中讲的，我们众生所了解的理由和没有了解的理由很多这个应该基本上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你拼命要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讲这个佛法呢？都不对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通过这个自己的心理呢，多多少少的因为不是我一个人所理解。如果是一个人理解的话呢，那么肯定是对自己是还没有完全了解对自己这个有限的这个心，我不是成就者，所以我所了解的不一定是究竟法，我不一定是一个准确的，我可以这样相信，可以对自己怀疑。但我们对佛法呢不是这样，佛法是已经有成就者，就多长的时间已经2000多年的历史到现在，对佛法对三宝呢，就是已经是通过验证的已经是一种准确的，也是究竟的，所以我们不可以产生任何的怀疑的心。您可以看很多过去的有些成就者甚至有福报的，甚至皇帝等等，都去信仰佛法。为什么皇帝难道比你那么笨吗？不是的。所以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智慧不够，福报不够情况下呢，就会说佛法、诽谤佛法就是这种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时间的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习俗呢，就是参与在佛法当中，这个呢也让你们升起很多对佛法的一些误解。但这个呢，并不说佛法，这是一种民间的一种习俗，这个我们去方方面面去了解。这个呢，我们就从人生的一个因的角度来讲，要具备这种十善十善的话呢，我们要断除十恶十恶呢，刚才讲的身口意的总共呢就十恶，我也必须要断除这十恶。如果没有断除十恶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人生的因就没有了，就再来生我想做一个人，哪有那么简单？所谓的人呢，我们不是说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今天所谓这里讲的人呢，就要八暇十圆满的人生。八暇十圆满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8种的这个有限的这个有空限的然后一旦比如说你堕到这个地狱道当中，或者畜生道当中，或者恶鬼道当中，或者是这个这个边境这个边境的地方呢，就是属于没有佛法的地方然后长寿天长寿天当中的话呢，也没有修学佛法的机会。然后你内心升起那种邪见的话呢，也没有办法修行佛法。不在人间的话呢，没有传播佛法的话呢，那么也就是不是那个修行的机会，没有机会修行佛法。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个对自己来说，我得到了人生这个得到的人生呢，有具备那么多的一个条件比如说我没有投胎这个地狱道当中，一旦地狱道当中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冷热的地狱当中呢，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应该还有讲这个人生难得方面呢，就是可以讲
还有这个因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得到一个人生的因，就需要实善的这个修行，才能得到这个种上一个人生的因。从因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然后通过这个比喻来讲的话呢，也就是人生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这样想，平时我今天讲的，你们也平时在自己的家里打坐，然后打坐的过程中，我到底人生是多难得的，这样去观修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比喻来讲的话呢，也是这样在六道轮回的这个众生呢，是不可思议很多很多的然后我们人生呢，就是非常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在一个夏天的一个水康或者是一个树木上的一个生命都那么的多，我们整个南瞻部洲的所有的这个生命都比不上一棵树上的这个生命一棵一个水康里的这个生命都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这个比喻来说的话呢那个比较来说的话呢也是这样。